只为见那朵莲花，我踏上了朝圣的路；只为听诵美丽的经文，我来到了佛的天堂。在经典的香雾中，回荡着玛尼贝美哄，转动着青铜，转动着轮回，转动着传说。世上的人啊，问佛曰：要有颗纯洁的心，不为红尘，不为欲，只为一颗不移的心。现实种下的因缘，今生要修成果。唵嘛呢呗美吽，唵嘛呢呗美吽，今生要修成果。